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，因为武汉肺炎死亡的白牌仔车的司机，嘛造成家庭群聚的感染。即卖司机的妹妹、弟弟、老母甲外甥囝婿，嘛拢去感染到了。这是互民众真担心，这个疫情是毋是扩大了？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讲，已经针对司机一家人的接触者扩大来采检，大部分拢是阴性，无来感染到。所以，这个病毒并无对外来拓开，这社区也是安全的，民众免担心。白牌车司机因为武汉肺炎死亡，也佮引发社区感染。其中有一名个案的公司嘛暂停营业，让员工来居家隔离。公司里面58个成员都作为居家隔离，但是这58位也全部检验是阴性。那这一波它应该是比较有可能是不会往外来扩散。中部发生家庭群聚感染，福华界担心疫情会迅速扩散。4名个案接触者总共235个人，也有22个检验结果也未出来，其他拢是阴性。但是中共疫情拢在掌控当中。就是说这个零星的社区感染，但现在已经我们渐渐已经把它控制住了。那剩下几个零星的待裁剪，那我们这个应该就是在这个社区是安全的。但是中强调社区也是安全的，个人唔免过度惊吓。不过当中的关键人物白牌车司机到底为什么感染？司机捌载过台商已经采回送到2间研究单位检验。已经超过了9亿，所以那个样的都不会造成没有症状的话都没有造成任何的影响。那有症状的话，应该在我们的医疗系统里面也会被发掘出来。所以这请大家来安心。虽然话检体结果也未出炉，但是大部分拢是阴性，因此社区也是伫安全的情况。疫情指挥中心嘛持续努力来做好防疫。